咩話？意大利車手喺意大利出賽，意大利嘅主場車迷竟然因為佢撞車而好開心。對一眾 F1 車手嚟講，喺主場出賽係最重要嘅比賽，係莫大嘅光榮。而家鄉嘅車迷通常都會最支持主場出賽嘅車手。但係呢一件事喺意大利咧就可能會有少少分別啦，因為對意大利車迷嚟講，佢哋最支持嘅唔係主場車手，而係法拉利車隊啊！如果主場嘅車手係法拉利車隊嘅敵人，佢都係會不留情面嘅。最著名嘅一幕就係1983年嘅 Imola， 喺賽事末段，意大利嘅車手 Riccardo Patrese 超越咗領先嘅法拉利27號法國嘅 Patrick Tambay。本來勝利在望啦，但係竟然喺幾個彎之後 ，Patrese 就喺領先之下自炒，將冠軍送翻俾法拉利。當時從電視都聽到意大利嘅車迷歡呼喝彩，完全唔似係佢哋嘅主場車手撞車，因為佢哋支持嘅唔係幫白拉咸出戰嘅 Patrese， 而係法拉利嘅。加上喺1983年嘅時候，意大利車迷對駕駛27號賽車嘅 Tambay 有一種特別嘅情感。1年前駕駛27號嘅 Gilles Villeneuve 就係喺呢度被背叛，然後2星期之後意外身亡。呢一位車迷嘅寵兒嘅支持者，自然就將支持投射到取代佢嘅 Tambay 身上，結果佢都贏到呢一站。事後 Patrese 都話佢對撞車後家鄉車迷嘅歡呼感到耿耿於懷。咁但係去到1990年 ，Patrese 駕駛威廉士終於喺 Imola 贏車嘅時候，都係獲得咗主場車迷嘅祝賀。咁唔知道 Antonelli 翻去意大利嘅主場嘅時候，主場車迷係會支持佢多啲啊，定係想法拉利贏多啲啦？